那么来台视之后，那么就在地下的那个餐厅吃饭，跟我大姐卢老师刚好在那边。他对，就是你这个，就你这大眼睛的。那过几天我叫公司跟你联络，他说你在哪家海山架，就本来是莹姐的祝福，是那么说他跟甄姐那时候在刚好谈恋爱的时候，他说太敏感了，所以叫莹莹的祝福。哦，这有来源的哦，你是被刘家昌老师指定的哦。台北今夜冷清清。今天要来到月光宝盒的这一位是歌坛的大姐大，对，她可以说是我们的这个台湾的乐坛上面呢，国台客语3栖的天后。陈莹洁，国台语双栖女歌手，活跃歌坛41年，被誉为歌坛的大姐大。早期以大眼姑娘的名号，纵横港台两地的秀场。19岁出道的她，至今演唱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。就让我们打开月光宝盒，一起听听陈莹洁的音乐故事。不会刷这首歌，这首歌到现在来应该25年多了吧？对，而且它也是创下超级纪录，狂卖200万张的一首歌。200万张是什么感觉啊？陈姐，告诉他一下，你最近有出唱片。我跟你讲，这个200万张就是表示说养很大的一间公司的人。歌手本身没有赚很多。那个时候坦白讲，我们那个时候坦白讲，我干嘛我。差就这样，东西抓不抽版税，没有抽版税，没有。而且这首歌其实对陈姐来说，那时候去作秀，拢唱这条对吧？哦，这个歌唱歌哦，唱歌我真不会唱。唱歌连因为你要了解，那个时候的歌厅秀哈，不管歌厅、餐厅秀来讲，就是1年365天，我没叫连续4年，我没叫过。我连。年夜饭我都没有回去，4年连续做4年的秀，对，所以我在歌坛上唱歌的时间比一般的歌手还多。努力辛苦工作，可是其实很少人晓得，其实你是客家人。我是一开始你是不会讲台语的。我一开始出道的时候，台语一句都听不懂。后来我上来台北，就慢慢的跟旁边的朋友都是一些闽南语啦，对，台语很多台语歌手。台语歌手好多，我跟你演戏。台电话讲台语，你我都直接拢会晓。其实我父母都客家人啊，但是我听不出来。对，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唱国语歌曲，对。那么国语歌曲唱了大概11年，那么转换闽南语，就是因为老板在歌厅的时候听过我唱，那我会唱闽南语歌曲的时候，也是郭大哥郭金发，他觉得我可以唱闽南语歌。那么那时候我是同个唱片公司，对。那么有一天就是比如说龙飘飘，那时候在马来西亚新马很红嘛，是。要叫他回来录影的话就比较累，录音这些，对。所以他没有办法录入这个闽南语的老歌。那么郭大哥就讲说，你不要叫陈莹洁了，我们老板不知道我会唱闽南语，对，就这样，第1张就卖了。大卖，第1张的那个就卖了30多万张，那个时候刚开始哦，才第1张唱片，而且你还第一次唱台语，对，唱闽南语。你还记得那时候口水歌第1首是什么歌吗？天涯垂爱你，天涯垂爱你，里面也有那个沈文成唱过的《心书下郎》，心书下郎，还有老歌一大堆啦。那你有没有印象当中有没有什么几个台语字是熊难发音啊？对，其实没有的音。唱歌的对，比如说那个把酒音掉红不会刷那个把酒但是没有那么重哦，没有酒音，对不对？对，音就来了。酒音掉红不刷。好，来把开始。把酒音掉。俊业你那个是呛到，不是音丢哈。俊业怎么唱都好听哦，这样子啊，他懂得这个技巧。是，像杨小萍姐的歌曲以前，她的鼻音蛮重，但是不是很重的音嘛，我都喜欢她的歌味道。对，你看像独木桥啊这些的。酒醉的探戈，酒醉的探戈，你可以。那个果没有了。
太棒了，太棒了，我没有了。他有以前唱的时候唱的有一首歌叫做《独木桥》，不然你觉得不说对不起这样的味道。哦，对对对，一有那个点点一点点又没有太过这样。对对所以会唱的人也要观察人家哪里好，对不对？它的味道就是这样。但是其实很多人对你还有另外一个误解，就是对啊刚刚讲陈姐哈海派的个性一定很会饮酒，我不会喝酒。有没有很多人都拿酒来跟你干？对啊，一般的如果就是跟我很熟的艺人来讲对，就了解我很熟的知道你是不喝就的。是这个，我相信不不熟的对啊很多一定会拿大杯的 whisky 来跟你敬，对不对？而且好奇怪，我每次到哪里的时候，人家就讲说，那有人讲什么人甲你斗阵讲你做搞零，我讲啊，迄人都唔捌我。对对对，哦他一定不认识对，你。那就叫我讲说，我跟陈姐很好的。对一那错定在碰红哎，就是碰红 A 嘛，每个人都会讲说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很年轻，10几岁就出道，我一19出道就红，红的时候就有那个气势，大家就觉得哦，大姐大肯定。其实我出来的时候就是也是蛮乖巧的，因为到了20几岁、27、8岁之后，慢慢就比较那个个性就出来了。所以后来哈有一首歌是《孤女的愿望》，对，这首歌最早是陈芬兰陈姐唱的，之后是我后来我一开始我先翻的。是哦那时候翻这首歌一定有很特别的感触，因为你自己也是很小就出来拍表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想那时候我全家都住在台中，那之后为了我唱歌要跑场歌厅，跑了好几场的时候，我妈妈全部跟我大姐全部刷来台北，哦，所以足久啊。迄种我会记得讲哦，我租厝哦，一个月就你要3000二，各位3000里， 40-50杯哦。你看，有时候哈，一个女儿要照顾家里的人，然后要自己一个人离乡背景怕拼，我觉得啦，不一定是我觉得那个时期的歌者，那个时代很多哈，哦，每一位不管演员啊、歌大星，家大家都为了家里的环境，为生活，对爱怕拼。那家里有反对吗？当时刚开始我出来唱歌，家里是反对哦，反对哦，因为我到台北来，我老婆讲给欧派啊，后来我讲不会啦，我很独立，这样子。我记得我在歌厅唱歌的时候，住一个那个时候还没有家里没有搬来，我住在那个那种阿帕斗不，一个300，好小间，就是那种小的小公寓单人的那种，是300块一个月。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怕拼哈。其实我跟你讲，现在的年轻人要觉得自己真的已经很要幸福了。金麦笑脸真的要惜福。坦白讲，现在艺人太好当。对，真的哈，我们都是算很幸福的这一辈，要感恩。所以现在要请你唱这首《孤女的愿望》。高路的晚班。高路的晚班哈。车就问多惨的惨状阿伯呀，人在讲繁华都市，台北对倒去，阮就是无意外，可怜的女儿。国路为晚风，你看一个大眼姑娘，然后对唱这啊个孤女的愿望，当时在秀场啊，或者是在表演的时候驻唱的时候，一定迷死很多人。对啊，当然年轻的时候了哈，每讲那种少年时阵。听说都有那种大老板直接开车来，就是这台车请譬你开走。如说请我们去，还也有送钻戒的，对，最早差不多大钻石30多年前，嗯，大钻石送你，那你就是陪他吃饭这样子。可是我们都那时候很单纯，对，不敢。 30多年前大概就单纯不敢。嘿呀我讲真的不敢。不然像你这种早就嫁到国外去了。我不喜欢，我喜欢唱歌。我知道你有一个头号歌迷，这个是我们布袋戏大师黄俊雄大师。对，因为那个时候台视的布袋东西蛮难易挂起。对。那么因为当时我在这个今日的那个歌厅秀上唱，还有在一个餐厅的时候，4楼有个麒麟厅，刚好黄老师跟那个他的老婆啊。到那个餐厅吃宵夜，他在6楼表演。吃宵夜，他看到我就叫我下来，就问我说要不要唱歌录唱片。我直接跟他讲说我没钱了，因为我所听到的啦，那个时期要录唱片，总就要得10万哦，还要自己拿钱掏录唱片哦，有很多。我没钱，讲啊那唔免钱，我免钱不要紧，但是我不会唱闽南歌，我只会唱国语，所以在布袋戏破例就
就是那几首一个竟然给你唱国语歌曲，春风。这首《春风》是民国63年在台视播放的《云州四杰传》中主要角色吴明基的出场主题曲，也是黄俊雄大师的布袋戏音乐中第一首国语主题曲呢。你看黄俊雄大师有多爱你的歌声，是其实你唱这么多国语、台语啊、客语也好，其实你自己最爱的一首歌是刘家昌老师帮你写的一首。他是在我唱国语歌曲的时候，前面都有录好几张的，黄明老师，帮我录好多。那时候我在海山唱片，那么可是那个时候我在中视。不是在台视的时候，那时候只有台视、中视2台而已，还没有华视的时候。那么在那边专门唱进化歌的，当时都唱什么把握人生的方法，每一个人都有理想，对，只是理想不一样。对，励志进化的歌，就是进化歌曲。是的。你那一种阿北昂哦，人无可能让你唱。主打歌，帮人打歌，对，像那时候都帮那个小萍姐把一首叫做对你怀念特别多啊这些。不能唱自己的歌。对，后来唱的歌，后来刘江就跟那个唱片公司讲说，他说你们这个有一位歌手眼睛大大的，一定是海山的这样。他说我们化妆起来全部大家眼睛都大大的。你是说哪一位啊？对，后来有一次。我过来台视了，我何嫣满过来台视了，那么来台视之后，那么就在地下的那个餐厅吃饭，跟我大姐，刘老师刚好在那边，对，就是你这个，就你这大眼睛的。那过几天我叫公司跟你联络，他说你在哪家海山这样，就。本来是银杰的祝福，是那么说他跟珍姐那时候在刚好谈恋爱的时候，他说太敏感了，所以叫莹莹的祝福。这有来源的你是被刘家昌老师指定的哦。所以说杨凡会红吗？就是刘家昌把它改杨凡嘛。本来杨凡叫陈景亮，对，我都忘记了耶。还没有告诉，因为就怂哎。不过说真的，那个时候刘家昌老师其实他做的每一首歌，那时候歌手都抢着要，他竟然指定说我要帮你写歌。其实我出来唱歌的时候刚出道的时候，业余歌手的时候，我就好喜欢刘老师的歌。是，但是我那时候我就跟大姐讲说，有一天呢，我一定要去找他。有一次有找一次没有碰面，那个叫缘分没有到。对，没想到他自己就。因为我觉得我很会唱歌。是珍姐也是眼睛大大的，圆圆的。她喜欢这种型的。她喜欢这种的。杨林也是啊，她干女儿也是眼睛大大的。好险那时候改成莹，如果莹姐就不太明显了。因为听说刘家昌老师非常严格，很凶。对我还好，对你还好，都没有。后来人家没有骂过我。那时候我们要录他的歌，我说我们不会看谱，他说看谱的不一定很会唱了平常你说不会看，我要骂死你。对，真的是刘家昌老师特别钦点才有这样，因为我们常常听到他把，比如说杨凡大哥啊，会把费玉清大哥有骂到。我跟你讲了，费玉清是这样，费玉清就是运气也算不错，他也会唱，很会唱。那么当时有时候像国恩嘉庆啊，他唱红嘛。后来晚安曲，还有什么？那时候他在中视，我在台视。之后，后来有的歌。照道理老师要给我唱的，对，因为我不能因为那个合约的关系，是，所以小哥也要谢谢陈姐啊，好险他那个时候。后来我就讲台视啊，后来我就跟老师讲，我说好偏心哦，那种歌给他唱就唱红。对，不是也还好啊，当年那波搞我给搞啊是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费玉清这个人不错，就是当时我们在那个歌厅秀，因为他有红的就是晚安曲嘛，对，他不多啊，哪有多？他不多啊。那之后像莹莹的祝福，像我以前的必顺的康水，他都很爱唱啊。对，必顺的康水，他很爱唱的。像他每次到苗栗去，他都会唱《海海人生》这样的。对，尤其是《海海人生》，我觉得这首歌已经是我觉得是陈姐的，在沿海还有在那都很红，就是很奇怪，因为这首歌是广东曲。我说不要把广东的那个音拿给我听。你重新编曲的音，怕被影响。对，其实我录这首歌很快，唱真的录我就1个钟头。为什么？我唱2个版本给他选。有一种是比较内敛、比较洒脱的。那有一种比较小女人的。他说那
照你的味道唱，你的洒脱的味道唱这样。对，因为其实很多人认识这首歌都是从陈姐，我们是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张国荣在香港有一个广东版，因为这首歌闽南语歌红了之后打回去香港的，而且。陈姐唱完之后，很多人都翻唱，不管是国语歌手、台语歌手都有翻唱，包括费玉清、费小哥也有翻唱这首《嗨嗨零星》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。今天在陈姐面前，不知道费小哥啊有没有这个胆量？费小哥应该坦白讲，唱的味道跟我一定不一样啊，很不一样啊。费小哥的味道是怎么样呢？轻轻松松，人生路途阮来行，无人世界永远孤单。好，陈老师请讲评。因为我跟你讲，他们属于是美声的，不属于我们这种的。像我们你美声的人啊，如果感冒就很难唱了。如果像我们这种粗犷的声音呢，稍微感冒我还唱得出来，没有关系哈。对，平常没感冒就像感冒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这是用单点的播放，是。我假音很少，我拢霸下，实在啦。对，就是那个声音很厚实啦，厚度够。我们在说这个超级的歌坛天后，还有大姐大的风范，我觉得包括是资历以外，还有陈姐其实对后辈新人是非常提拔跟照顾的。对啊，我觉得没有，因为我们刚出道的时候也是默默无闻，也是刚开始起头。我觉得对一般的新人来讲，我们要鼓励他，他才不会气馁。在这个圈子啊，你只要遇到任何人，然后只要认识陈姐，每一个都是会告诉你说，陈姐是很会照顾人的。是，所以几乎遇到她的新人都把她当成贵人。对，包括你也跟很多的这个新人合作，严小迪、林俊彦、百潭也是我们多次搭档的。那么还有就是罗时丰算吗？罗时丰也算，但是他属于有点成就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也好多了，反正很多人呐。是因为我记得有一阵子陈姐有一些跟这个很多男歌手对唱的事情。对，那是之后的就是全部翻唱，有的不是个人独唱的，把它翻为男女对唱。那其中一个对唱的歌，包括有跟罗时丰一起唱的这个是《台北金雅林青青》。哇，完了，你真的回去会被骂。听起来有点马上可以帮我剪掉吗？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这条吼我台北金雅林青青丢啦。哇，你刚刚那个音很好发哎。说他妈妈是闽南语的连续剧女主角了。你赶快！我你讲我回来，你爱嘎。我考都讲出来了，我都刚刚讲完了。林月圆女士，你要教你女儿了。是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台北金雅林青青。哇，你有喝安佳脱脂奶粉？台北金雅林青青。到和家人不是。这个打屁股，真的。他们父母都是闽南人，我怎么会这样子？对呀，我刚刚讲出来也吓一跳，所以自己讲完很心虚。今天因为俊逸每次在这个月光宝盒的节目当中，我听过他唱歌，真的唱得很好。对，所以他今天就坦白讲，也不能讲说把费已经干掉，不是这意思。千万不要这样讲。接代替了，因为我们的费小生到了一个年龄也唱，这个人也唱够了。不要说接代替，他就是踩着人家往上爬。没有，不，我告诉你，费玉清这个人蛮宽宏大量的，你放心。是，他是。那么所以说，多学习费玉清那个味道，他的眼神。他唱歌的眼神就是有他的特色。对，眼神那个那么高，点的那么高。他会眼神稍微这样眼神要拿捏好哎，对，真的像。太往上飘就翻白眼，太往上飘会后空翻。对。所以今天俊逸有没有这个荣幸跟姐姐？不要这样讲，不要这样讲。他那么会唱歌，怎么是可以讲说这个荣幸？他唱出爱的感觉哦，很难的母子关系。那我们掌声热烈欢迎林俊逸、陈英杰、台北金雅林青青。谢谢。怎样揣无你？台北金雅冷清清，也有一片的好夜景。路边的招牌。
闪烁风景，照我无奈的心情。老日地，老日地，老日地过节。台北金雅令晴晴，太好听了。老歌还是好听哦。对啊，哎，要有你唱出来才好听。哎，我觉得是陈姐唱歌，她有她自己的那个自在，我觉得那个是我们观众看了最过瘾的地方。所以说嘛，在歌坛41年多了哈，可以讲啊，没有人干掉我，他干不掉。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所以要常常出来唱歌给我们听哈。对啊，会的，会的。接下来还有新的节目，大家敬请期待。不过今天非常谢谢陈姐来到月光宝盒，再次感谢天后陈英姐，谢谢，谢谢。